好，欢迎回来。今天我提出一个很简单的食谱，面团卡雷。成分为我们的食谱是300克面条、棋子酥叶、一瓣大蒜、400克西红柿皮、卡迪利大街、羊奶酪、橄榄油和盐、味、辣椒。我们开始准备切成非常薄的西红柿。我们切西红柿切成小块，你可以看到粉碎大蒜，然后添加其他成分。我拿一把刀，我把了一下从碗里。茄子酥叶切成小块。在这里，我切碎的罗勒和西红柿的加盟。我想补充一点盐和2汤匙特级初榨橄榄油。把所有的成分让它做了几分钟。我们是在我们把烧开的水在锅里沿厨房。添加面条，面条煮熟沥干，加入到我们的调味料，这气味该有多好！这个配方是一个非常快速和方便的做对那些鱼有限的时间。面食可以舒适，即使在夏天食用时，它的热，因为更衣室是完全冷。我准备的菜，我的客人。我把一些西红柿扔。有点特级初榨橄榄油，一些磨碎的羊奶，装饰用罗勒叶。感谢关注我，请享用。